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7，马太福音7章10节安尼讲：人虽然歹，也会晓摕好物互恁的囝儿。何况恁的天父，伊一定会摕好物互对伊祈求的人。三个来祈祷，一定会摕好物互对你祈求的人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我们向你献上阮敬拜甲懊恼。你是全地主宰，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实直到永远。主啊！你是良善的天父，是满有恩典甲怜悯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牵得一切的荣耀、尊贵甲颂赞。我们用一世人来尊你最悬最大。主啊，阮相信你对阮的旨意是美好的，所以求你赐阮单纯的信心，知影来倚靠你，互阮伫任何的境况，拢顺服你的安排。主啊，因为阮拢知将好物互阮的囝儿，何况你是阮的天父，的确会将好物赏赐互阮这的祈求你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